金牛座、處女座、山羊座，你一直以為最安全嗰條路呢，開始變得唔安全啦。因為天王星入雙子座，呢個世界開始冇穩定呢回事，反而係越嚟越多變化。金牛座，你嘅收入模式呢會開始改變，由單一變成多元，但係同時會變得呢唔太穩定。如果你仲係諗住打一份工過一世，呢一個風險呢其實係會越嚟越高。做下副業，增加收入嘅來源，先至係真正嘅安全感。處女座，你嘅事業呢會出現變動，你所做嘅公司、職位，甚至乎事業嘅方向呢都可能會有改變。但係呢個呢並唔係壞事喎，因為平時呢你係太穩陣啦，而家呢係逼你轉跑道。當你嘅主業唔再穩陣呢，反而係你試第二條路嘅最好時機。山羊座，你嘅工作方式呢要全面更新，死守舊有嘅方法呢，你會輸得好快。你要開始學新嘅工具啦，新嘅做事方式，每一年都要 upgrade 下自己。同時呢，身體都會有啲突發嘅狀況出現，一定呢唔可以忽略啊。所以呢，土象星座，你最大嘅課題唔係唔夠努力啊，而係放低你對於穩定嘅執着。其實呢，你哋嘅運勢呢，我仲未講完。關於天王星進入雙子座嚟緊呢7年，我幫12星座做咗個詳細分析，完整版放喺 YouTube。想知道你嘅星座會係點呢？留言 UR 我就會 send 俾你啦。